各位好，歡迎收睇2025年5月8日嘅香港每日熱搜榜，同你介紹過去24小時香港人熱搜時事話題。本節目由以下商戶精神上支持。香港每日熱搜榜第6位，一名28歲內地女子李思萱因偽稱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，並遞交假證書獲取香港大學碩士取錄，被判監240日。佢承認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及管有虛假文書。法庭指出，佢嘅行為未影響他人入學，最終獲減刑。第5位，灰狼對勇士話題仍然持續，主因係金州勇士官方確認，球星史提芬居里因腿筋拉傷將至少休戰1星期，意味着佢將錯過接下來嘅至少3場比賽，包括對明尼蘇達嘅第2場和勇士嘅主場比賽。第4位，嗨波近日話題都非常熱烈，港元近日持續走強，導致嗨波跌至 2.09 厘，創下2022年以來的低點，與 H 按掛鈎的供樓利率降至 3.39 厘，首次低於 PA 按封頂利率 3.5 厘。第3位，曾上游大概尋日下午3點左右終於游到上熱搜，大概因一啲出位言論，聲稱因持有5層樓產生負資產，賬面虧損上千萬，生活質素大幅下降。網民認為佢嘅所謂降級生活並不算太慘，但就成功製造話題。第2位，第2位係世界性嘅熱搜，近日世界話題都離唔開足球。早前有聖日耳門對阿仙奴，今期有曼聯對畢爾包，曼聯殺入歐霸杯決賽，與熱刺爭奪冠軍。第1位，近日全球話題，除咗足球就一定係教宗選戰。海皇粥店24小時內話題完結之後，香港熱搜終於出現新教宗，新任教宗良14世 Pope Leo 14成為第1位美國教宗，引發了對未來教會路線的期待。以上就係今日香港熱搜榜，多謝各位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下次再見。